嗨呀，各位聽眾，我哋歡迎人到這來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歡迎我來收聽。我當然就愛困，你早起就早個。這禮拜咧來介紹特別嘉賓升到 Google Meet 嘅嘉賓，哇，水啊！六一刀就啲 Google Meet 嘅位，六一刀是老趙阿涵歡迎。嗨，大家好。阿涵佢起來播粉點胭脂播妝者，可能看較水淡薄。我食個了。然後個有人誒真正較早嘅朋友曉樂5點請起來講錄音誒曉樂歡迎。大家好，阿未困。阿未困。哎呦，即你暗講咗可能就係打緊嘅件事。然後個有人誒老趙我啲都歡迎。Hello， 大家好。我啲都特別應該 KL 當叫。本來。哦，你少到 KL 不是都特別應該這嗬？我當佢我未 clearly，我話你揸錢。哦。我也 until 你冇呀。OK， 免做啊！一頭要爽啊！不是個有人嘅校長阿龍會等咗未話咧？我咧是阿龍歡迎。係咯。人個水呢最近頭我個陣水唔成話呢，後尾個女顧住啦，我係顧住啦跳起嚟。然後個有個有攞隻落，就佢無對嚟攞隻落歡迎。Hello。然後個有人嘅老朋友應該點歡迎。嗨，大家好。好，แล้วก็有人到啲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呢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是阿蕉歡迎，阿蕉嘅 idea 就是唔係阿蕉唔使作嘅，阿蕉按照你實在隻 idea。哇，攝過去嘅嚟做part time嘛，大家啦。攝過去嘅嚟做part time 唔夠講噶啦，แล้วก็有趙西歡迎趙西。我未記開咧，你有 warning 啊？我係 Clubhouse OK 嘛？個有半點啲，可能半點啲是冇個來呢。Hello， 幾點啦明9點幾。喲，是咩咋？你講你曉落上，然後個有錯即係蕉做見蕉做咧八大咩人插鼻粉，插鼻粉，阿蕉師就講去做part time，就是嚟教我做。耶！所以聽看咪要做，按照做下都人。有個有趙西咯，歡迎趙西。大家好，就差唔多發做哇！頂到出邊本來但係啷住不做過part time，頂到細漢嘅時，還是當今大漢嘅時，未使攝過去時，為做part time本嚟使起來教人講者，因為我未聽看你part time咪告訴，來先阿蕉 start 嘅嘛，阿蕉做咩事都45歲啊，起過嚟做 part time。嚇？咁用累咯，冇累嘛。哎呀，講。做上看咩做不得？冇你去上地下。阿蕉講者嚇，應對這類 recording 嚟上都未使講，我學你句，未使講出嚟。未使講出來啊！你咪講唔累啦，講古仔啦。古仔會使，特別你當見教我做，你未使講。浪講。係啦，講一句就一模應嘅時候。OK 啦，講趙西你定到做個 part time 佢定到做學生嘅事，係咪？哇，14歲就做 part time 啊！哇，你酷啦！你酷仔只成日見女啊！誒，冇見你做 part time 做未做爽啊？做 charity 咩冇過嚟？誒，冇，當時是做 part time 是爽嘅，會請你McDonald's 食噃。冇啦，細時行就係成正俾個衫嚟稱，俾呢個有冇愛做 part time？你出面咯，你頂到細漢就是成成你當見大漢嘅事。是咩？你出面咧14歲你做咩啊？頭先做 part time 做咩工啊？
我做咧 illegal 嘅工咯，唔是嘅工，我是做 legal 嘅工，but then 我是 illegal labour 咯，because 我14歲哦，就做工嘛，未使啊！我幾歲嘅時做工嘅？15歲16歲啊，哦，十啦，哦，十六歲嘅係做工 ，OK。我去做迄個，伊是一個 printing company 哦，然後伊是 print 咩就 print 嗰隻即係 print 紙啦，攏是捌，咱成日講出來朋友嘅可能好什麼？人介紹我去迄個工廠，是間工廠做嘅，伊是 printing company 嘅工廠，伊另外一個細間工廠，所以我去邊做咯。哦，了，你做咩啊？做咩？即係 start 時我做嘅工，你是只用嘅，是黏垃圾啦、捡垃圾啦，即係垃圾。你是講他，安尼可能一直就逼起來看啊？對，你嘢啦 ，stepper 係咪件咯？哦，了接籠啊，了銀包籠印好了，就就來對畫個紙哇，要出味咯，你人誒。真正 labour intensive 嘅工嚟嘅，所以一點鐘攞 call 呢，係是。哦。Christina，我 sorry 我未記 post 你 link 下咯，你或者那時諗要做特別嘅變會起來出現到啲即係 Google Meet 會都會使訂隻 link 到啲 Clubhouse，然後做個股本咧，我幾類攞 call 一點鐘。攞 call 一點鐘是按怎我想話是。然後只是做幾點鐘。一直新鮮季節是呢個，就是早起啊個9點10點做個下晡4、5點咁咯。了，接落來是講下往工廠需要人咧，了呢度頭家數來載往去工廠咯。工廠有陣時唔知工廠度，actually 都係鋪地，唔知係落未啦。喲，一個嚟載亂嚇！但係我個一個朋友去做，了然後往南去咯。其他阿妹8點個無往對啊，แล้ว個8點往接哦，叫我做個阿妹差唔多9點10點啊。哎喲！แล้ว就唔是個無電話無咩啦，所以你爸你媽唔知講對到係咪數？哎喲！你爸媽你回家咪講咪數啫哦。嚇！以前因為切算得大嚟哦，以前咪算是切下掉係切多，哇危險咯你，我看係驚。喲，佢哋恐怖咯，有時攰太抓咗碌大隻，一槍咧插。掉，你殺喏。哇！你危險。出味咯，你看做嘅工，我美國，I mean，哇，14歲去到做工啊，我真歹勢講我是唔捌做part time，我是唔捌做過工，until 我大學我才做工啊。我成日講做工好啦，較早就係做工，攤累，較早講累排攤，對，我捌做過嘅。都唔捌做過，成日你讀咗出嚟畢業大漢啦，做工 full time 咪是你個做呢？哇，你是後面一間。Because parents never 叫人講咯但你冇成日講自己愛嘅做攤，有冇食幾類呢？冇啊？我大概就老哇！自己後面啦，就是講自己後面。在後面啊！哇！我腳嘛是點點哦。特別老阮行就點啦。特別咱就是人正常講出來有生理了，做 part time 是甲出來生理做嘅。我做淡薄，因為我係當時佢個畢業嘅，所以我是唔使做 part time 嘅。但是我做 part time 嘛，會做命嘅，因為愛做嘅話，特別鬥佢出來成做成。所以我唔使做 part time。特別我有去做過 part time，我是去人嘅酒店裏邊去甲人做 room service 嘅迄個叫陪單。我做過，我可能做過1年啦。因為我做過1年，然後我媽聽，我媽知道。你冇甲你媽講？冇，我冇甲人講。因為我是會使出門嘅人嘛。所以我出門咧，我去做工，我冇甲出來人講。因為我喺點時本冇講歡喜就對啦。所以話嘅做本唔是歡喜嘅所在。OK，所以你想被離開，我本唔是講被離開嘅係咩？我想被吞到冇累，我住宅累啊，住宅離開個好啦。I see，你唔是成個講被出為咗成日出門嘅爽環境啊，你去找一些 distraction。我有時候就講已經被搬出來住啊。是你幾歲？
畢業了誒，中學畢業了誒，哦，怪大學本啦，18、19歲啦，18歲過了誒，特別冇呢硬搬出嚟大嘅啦，老實講冇呢硬嘅，所以特別後來本是學成本啊，本是就快本是主要啦，我嘛就係講。我去酒店入邊做這個工啦，以前就無歡喜，以前無暑假。你古早嗰時做酒店咪工嚟咯。哦，客棧嘅查某嚟咗，我爸本是客棧嘅查某嘅，特別以前無暑假我去做，係咯，伊就小可讀病個只忝就咗啦。呢種嘈呢種嘅咯。因為出嚟邊開個別店啊，所以我特別去想一個藉口去甲佢哋 manager 講我未做嘅就，我講我係講死語就。哎呀哦，就是我未 attend，特別我講死就早就死嘢，我唔會講嘅。所以我就講我講貴先，然後所以我同我未去做工，所以我出嚟有物件未識到啦，所以就講 OK 唔要緊嚇，我做自己呢。伊無你白金嘛？伊無，係啦，我講先攞我買嘢了 ，because 我引完了我就無着嘛。我先攞無嘢，迄個先攞我是幾百做呢，我無嘢。迄隻本是30幾塊呢，我記自己講30塊，做幾隻30塊 ，something like that 啊。係咯，我就無去做咯。咧變咗入邊啲個別店裏邊，我本無講做，我本無講。嗰種去個別店裏邊去鬥下少本，是我係爸母是種個真正愛面子嗰種嘅啦。呢啲咁話講，你家己開個別店，你驚無啦鬥下少走去人哋客棧裏面做工嘅咯。其實我是無買人眼上嘅，what the fuck 對唔對？特別有時呢種真係假啦人眼講壞人嘅。所以就伊咁問我店啲厝裏邊無去鬥下少本好，伊唔買我去外口去做工嗰種。特別係點先 actually 講嘅。厝本唔是講好嘢，都本唔是嘅咋。有時人愛面嘅人係啊，愛面水啦，個個就面水就。咁後來我度嘢接落嚟度發生隻所謂噼啪啦，然後我度出嚟家己大了，我就實做工咧。特別我實做工咧，我顧做part time噃，我記得我做工了，我阿妹佢教補習過。哦，你唔是？我唔是記得我做工過，我成日教補習成嘅，我去教補習咧，我教。你是去人嘅厝嘅？人嘅厝誒，迄點仔時間去人嘅厝誒，係咯，伊是好夾人嚟嘅，因為見咧人特別你可細細漢嘅陣時，就已經搬去紐西蘭咧，所以用紐西蘭嘅 PR，搬去紐西蘭之後咧，伊邊嚟Uplands，應該是 Uplands 啊，係咯，伊度讀了啊，伊誒老母咧是一種伊唔是為咗講人哋講唔是你講點做 ？It's just 佢哋講誒撞嗰邊，等陣撞嘅聲咧，大聲嗦是到位啊，注意下。T.I. 聲嚟喎，佢就注意。冇佢聲咧，我唔知啊。撞嘅麥，你是冇講話，please mute 就啲係，伊麥啲。所以我度走去人哋做教補習，我教補習咧，馬拉仔，你教補習嘅嘢，佢度改變咗貴咧。人嘅生命係啦，因為我教補習嘅點先，伊講我，如果你講都夠開咗類，我講我其實是無夠開啦，特別我是慢慢緊，因為我對住日本嘢嘛，然後佢啲住大個嘛，然後我教人嘅爸母 share 得一物件，後來我顧你攞過去咗，伊介紹我做工，對，伊介紹我做工嘅，所以有時講我無去教補習，你一步無行對話啦，我是 forever 無可能你做工嘅，因為我根本唔知係咩公司嘅。你1999年我唔知係咩公司嘅，我未曉嘅。然後我未曉 computer 就大間 company 啊，未電腦，我未曉隻物件係99年啦。所以伊介紹我入去了做工啦，佢後因貴嘅，我搬到邊現實了，我無去教補習了，我繼續啲了做工啦咯。接落來就是我 life 就變得真大嘅咯。哦，哇！你做嘅啲做教物件，對，即係我做感謝人嘅，我真係感謝人嘅。所以 after that 我顧識唔得出佢，我真係感謝人嘅。所以我隨人出嚟就背，拉去看人，我有嘅。因為我是真感恩嘅人嘅。哇！你 part time 做 part time 嘅嘢，我真係會做嘅。我講我哋了做工10幾年啊，我離開了嗰陣時，我離開了唔係因為我哋變咗除咗工啊，全部都工過去咋，冇想要除工過去咋，我想要休息性嘅。1年會，我行咁講，我冇去對變嘢啊。然後我一個月呢，我就搬緊你咪變嘢嗰度。我對變嘢咧，我想要除係咪工嗰種，想要除 Starbucks 工嚟做咋。我嘅型嘅 Starbucks 工，我特別請一請不能做啊。我嘅工嗰個，我唔想要去 Starbucks 做工，佢想要去麥當勞做工，我人話緊呢，安尼回事啊，唔係經驗貴。我朋友佢咧讀大學嘅點先，因為有去做搬工，冇做搬工做搬讀嘅點先，因為有去經驗嘅知唔知啊？對，我做part time其實佢做搬工嚇，叫做搬工，我連讀
我本冇經驗佢咗，老實講，因為嗰時講寫 thesis 啦，寫 assignment，我冇安尼款嘅經驗嗰陣，我覺得讀嘅 programming 能力真簡單嘅啫，唔是特別。programming 係咩啊？我 computer programming 啊？要 computer programming，其實點寫是 suddenly 唔知咪馬屌講咪multimedia 話刪 upload 啊，迄都係講時間嘅，真係時間嘅，講時間即係物件嘅。所以人走去讀 programming，走去讀 computer science 就係呢年代咯，97年、98年咁時咯。係咯，我冇真係讀佢咗。係咯，我自己屌佢咧，我就屌啲名嗰陣，我就屌啲，然後去到中國做工咧，我就被 try 做麥當勞。我哋中國嘅啊，你使咩？你使做工咩？到中國？我唔是，我離開了誒。我 after that 我就 give up 啦，我就 give up。哦，你是講特別嘅事。啊，我對呢邊咧，我隨自己細間嘅房間，係咯，換個咧咪對嘢啊，細間嘅房間大嘅就，係咯，我就想去隨麥當勞嘅嚟Starbucks 嘅嚟做咗，係咯，我去 interview Starbucks 講我 overqualified 咗，係咯，呢度講我 overqualified 咪錢係咩嚇？我唔知，伊講我 overqualified，我講我做過嘅物件，我是真老實嘅人，我講我做嘅物件，你看到我講，唔知我係咩物件我做，你講你是一個你做咩嚟正做？伊懷疑。我冇 experience life 咯，係啦，伊冇咩嘢相信我，你就，伊冇咩嘢相信我講嘅物件，伊就我是笑嘅，伊冇好我講就，然後我就嗰陣休息嘅2個禮拜咧，我就隨到變成白講咯，咁係命人落嚟，我想要做嘅就特別。我冇真係做佢咯，我喺度做佢加波士加資整，學校裏邊惡貴，按咗佢支配檔咧，我喺度做佢自己嘅工嘅咯。哦，我真奇怪，我知 overqualified， 特別按咗講按咗係 overqualified， 唔係請女又唔奇怪，唔知嗬。唔係請女是唔肯講咯。都走就係。嚇，伊會驚講你走，哦，伊哋講你唔是講嘅啦，就我 train 你除咗白位做，有咁時啦，就你去白位去，冇就是你學嘅物件，你走去開一間安怎啊？有我哋可能想法啦，我記得我 Starbucks interview 過。哦 ，OK， 明白你講咩啊？我冇想到你款嘅理由啦，特別講嘅成愛想強。唔係你老實咯。你未咗你我冇老實就我冇咩好講片話講，我做佢隻物件，又唔是我寫衰物件就，我哋了做咁唔是寫衰物件，我講華語物件就，咁我講出嚟啦，人冇咩嘢接受就，我都做唔少都會嚟 Starbucks 做 barista 你講可能咩啫咯，我火。等我俾對佢即係博鹹啲都不個 house 入邊博鹹啲都不做佢 part time 嘛？ But 你做咩？我讀 college 嘅時，我做讀marketing department， 所以你知啦，特你食個學堂啊，唔是學堂啦，做個 university。大學 ，actually college 啦，個 KL。college 咪是大學本嚟啦，所以。我做過 marketing department 咯，嗰時我頭一嚟 part time 嚟㗎。特別你講 marketing department 是你 marketing department for 你嘅college。你 college marketing department， 所以你拍廣告你 college。所以就嚟講咧是感覺 maybe 做個 grunt work 啊，我諗就看佢哋報紙咋，隨咁佢哋報紙要寫講 about 我嚟學堂嘅，你就加起來，你就念到一嚟成個一本冊喺裏邊咧，伊是加了 the press release of 佢哋學堂。所以你就開嘅報紙看，呢是做嚟講 is like 真係 basic 嘅講啦。有佢女嚟叫，佢女啊，睇到這女嚟叫，我唔記記啊，特別伊冇成間 McDonald's 攞 call 啦，吉濟貴。McDonald's 攞 call 啊？ That means McDonald's 佢嗰時只一人愛去做嘅 ，OK， 我冇 but try 過。然後佢哋 retail 嚟講成多佢哋賣衫，I think 做曬乜做過，賣衫多嚟Island Plaza 係咪貴啊？佢哋嗰啲咁大。我係年代是冇咁大啦嚇，冇興啊。呢是成個Midlands社會啊，嗰啲只笨件咧，特別冇人愛請我嗰時。我十幾歲時愛做 part time 特別冇人愛請我，所以我係 first part time。你有拖特別冇談你是講？冇，因為 program 啲入邊是 RBF 嚟。
RBF 什麼啊 RBF 什麼？ resting beach face。你去做 retail 嘛？買衫肯看，你叫我買買哦，你戇鬼。我細漢嘅時乜啦？我哋嗰時。maybe 有本啊，都唔知呢。maybe 啦，對啦。maybe，特別我有一個朋友啊，教我白白 apply 我是冇聽。maybe 咯 RBF 啦咯。Maybe，because maybe 伊人會知講你你會做未做？嚇 ，I think 你係咩人哦？未啦 ，customer 做咩做係咩人？是講我咩人，我都未做咧 customer marketing 嘅 department 啊。我去大學啊，嗰時 still 做隻間咧 enrollment department 啊。我去美國嘅大學，嗰時做咧 enrollment 嘅，咁你就拍電話嗬。你就係 potential student 嘅病冇啊！你計人講話之後，你就拍起人嘅厝，5點幾到7點，計人講話講當人來我人有一個食家一個多啊，OK。invite 伊人來，伊人講問我即係 question 啦，係咪？有時問我去這個我得啊，都咁假裝係咪？所以你就教人講話，所以 OK 啦。你會知講你開始去做工嘅時，你是？就是成日你近來會使做緊 college 還是成日聽到我讀邊讀冊時，我是近來會使做我嘅本我讀掉嘅 college 啊，未使做過20點鐘嘅，你有那款 restriction 咯？有啊 ，US 嘅會是咩嘛？你是到 US 讀對。campus 你就做 campus 嘅工嚟咯。或者你我有去做 campus 嘅工係做喺 cafeteria， 我去做。都攤字數。特別伊人買潮啊，就唔知做我去 bookstore， 伊人冇買潮啊，係 bookstore 嘅人啊，梗之類呢，唔知做咩事伊人買潮啊，但係 retail 嚟㗎啦買潮啊，我唔知做咩。叫你講到成 RBF 嘅數嘛，乜嚟請你 RBF， 你係 RBF 人講到，哎呦，這裡冇 friend， 你學住佢，其實乜嘢嘢見？特別我感覺伊人 retail 嘅人伊來知咋 ，because 伊人知講是講你是想。就講啊，你想去來 analyze 物件上濟啊，伊人買下你咋？你搞笑，你搞笑嘅人買請咯。actually 我係朋友同你講，我人落叫去Island Plaza 時，我人愛 apply 成巴迪尼啊，會講啊。伊人買笑啊，我係 friend 是 doctor 嚟嘅，伊是 urologist 係 doctor。So maybe 人看我人 pattern， 伊人是感覺安尼人袂啱做。retail maybe 有嘅人啊，成個講緊講邊嘅啊，แล้ว你等於我係做 retail 啦哇，你都冇做過 Apple Store 嘛，係咪先？我對，但係你是 part time 咯對嚇，你有時我真正 part time 佢咯，半工做半工，我報幕白起來啊，到啲 clubhouse 入邊 hello 歡迎報幕白 ，hello， 大家，到嘅冇來啊喎，到嘅到啲呢位。到啲坐車4字啊，到嘅，問講話嚇 ，OK， 了OK，冇冇白先，你話做過係咪半工 part time？ 我啲英國讀大學是冇女嘛，就去做工咯。做咩？了我是去做，我到啲 Manchester 嘅時，我是去做啲一間嘅店，我想我是物件只愛，特別因為我比較幫伊，我做工啲 kitchen。就搖拖卡洗盤啊，伊洗盤啊只用咧，伊 washing machine 咧，伊係咪 dishwasher 嘛？簡單擺洗係會洗了咯。然後就搖拖卡咪啦，特別啊，我是做拜4拜6咧，拜4拜5拜6，特別特咧拜4咩面口成亂嘅哟。然後我唔知最所講，然後我就問伊 chef 講我講英國人啉酒咧笑嘅，講無啦，即拜4咩是馬蒂奈係咪一大堆啊？會我做久咧，伊個識個話咧哦。伊看都冇結成啦，個人老咗，我睇做一暝睇20半嘅哟，10磅就別人22半，我20半嘅。做咩說？Because illegal。好無理嘛 ，foreigner 嘛。了以後我出去看咯，拜4到西關咧，我做工去變成 cabaret 來。你又講喺度 show 呀？我靠 show 人偷違規，佢驚人嘛搬吹，靠白靠波，個拍手個亂咯。時間都冇出去都唔知呢啦。我唔知我規矩啲，因為規矩啲伊會走卡，會洗盤我就拖卡了嘛。特別你做嘅事，日本，林晒，歡迎林晒。了，每我搬去 Preston 嘅時，我就睇
哦不，after that 唔是 present after that 我就換去嗰隻為咗去做啲意大利嘅餐館。等我問你，你做下邊是 legal 嘅，是頭車？冇啦，咁樣 illegal 嚟咯。因為 foreign student 別使做工嘅嘛。啲英國都別使做工嘅，咪啦，แล้ว就肯做，因為冇鐳嘛，冇鐳冇做啊，冇物件接啦就我鐳學 school fees 都冇鐳啊嘛。你頭邊你做餐館個攤接啊？冇啊，喺一間 cabaret 冇物件接啊，你叫我接阿崩咩？食鹹。因為嚟個 kitchen 面嘅咧是冇半行嘅嘛，是嗱三嘅半碗啦，照頭卡嘅嘛。伊唔係講你 shift 是坐你食 food 冇咩？冇啊，伊 manager 講你食飽啦個嚟。哎呦，度而家確度咯特別會嘢 chef 好啦，會講我做咧 OK 啊，話6點幾7點就起咗啫。所以我是講等了點就 UJ 3-4點了，我冇物件做起來俾做那冇工哦。了去 sport center 爭一啊，喺 sport center another story 啦，伊 shower 有時攞擺啊，冇物件揸，冇 sell 冇半行嘅嘛。所以我一人是爽，迄點上無人愛講誒，我其實我訂個了開咗行去就笑。幫我白啊！應該中嚇，應該中。你別好去 job center 咩 ？job center แล้ว拖出嚟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你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就 legal 了嘛？特別我點寫成間是無攤安款做，因為我是 foreign student 嘅數啊。你是較換個話嘛？我較換過你，冇啦，我較早過你啦。哦呀，我大過你嘛，我大你2歲咪哦。對，我想講我較換過你，所以我去大學是蝦米啊？1986年，แล้ว holiday 是就是啦，你 full time student 啲 university 你袂使做工嘅 ，university 嘛是請伊人。你是馬來西亞人讀冊啦，嗰邊。係咧，點解我是馬來西亞人？特別係咧，點解我本是冇畢業本，我接佢是 student visa。student visa 是應該是袂使做工嘅，特別係咧是袂使做 full time work。使做半工。你看伊字好好試啊！伊人無講蝦米嘅即個半點，就講啊半點工啊，半工，伊人無講蝦米嘅半工，所以放假嘅時你無咪做，你本自己做工。我去做工嘅 Wimpy 我第一頭先嘅半工是做工啲 Wimpy 是成間 McDonald's。OK。成間 McDonald's，Burger King。是阿嬷會裝嘅啦，特別常啦，搞了這裡。Wimpy 成久無聽到咯。Wendy 是唔是？你會記得Wimpy？唔是誒唔是 Wimpy 係 Wimpy 係英國嘅。Wimpy 啦 ，Wimpy。แล้ว一向食。แล้ว你做係咩嘅？做結招卡還是做被 order？ Burger King。你頭先做工嘅時，伊燒你啲後邊啊，所以伊教你安怎做阿毛包，伊個 burger 做伊阿毛包了，安怎即個就要煮偌久，即個就要下蝦米，即種嘅 burger 你就要下蝦米貴啦，了買來我是做工啲面前咯，啲 deal 數平 ，because 我真係快呢，我真係快，我 take order 我開人物件出收錢嚇，做好平，買來我做工邊，嚇呢是我第頭先嘅。特別你無賺個偌濟啦，一點真是唔使5磅還是6磅嘅那款啦。แล้วก็ tax 嘅 ，because 我做是 legal 嘅嘛 ，because 我去 job center 去拖一個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你若是談 national insurance 是成個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咯，邊個美國是 social security number，所以你談下你學到了嘅時，你會做工了啊，所以特別你。伊是 official 嚟，所以你就要還 tax 喎。所以特別即係是你是 employer 嚟，所以伊個 tax 伊人偷啲面證了，你談嘅是就 tax 都掛住了啊。所以了，後來點解我未曉啊？我會曉拍字，我會曉拍字。所以我未曉啊。
18歲啊，19歲啊，你講啦。啊18、19啦。啊 So 19 because it's 1986嚇。So 我去，so 嗰一個班嘅時，人講我聽，後尾所你去做工啲 Wimpy，你艱苦你去 job center，你做伊人嘅 typing test，你若是會拍較嘅個60字啲一結婚證啊，伊人做好你做 temporary secretary 到底係邊個？還是巴黎位？嚇，巴黎位啦，伊是 agency 來嘛。伊是吹工啊，你嘅。because 我拍字是我用按照講 mechanical 嘅。但拍字嘅古仔拍字機。嚇，拍字機所你換去電嘅 keyboard，是只輕嘅。快咯。嚇，真正輕啦，所以我會拍90、100字結婚證嘛。所以我伊人看到我講哇好啦，所以你啲先 start，所以以後我做緊學一個 estate agent 啊，as 伊個 private sector，because 伊個 BA 啊，伊個 BA 去，我就講大波多做大波多嘅 leave，所以伊講聽暫時聽啦，好我會做啦 ，because 了過去我係大學嘅班級是一張長嘅，較長加你嘅去學長嘅點先啊，笑嘅啊，所以 official 去學長嘅點先是包如10禮拜呢，特別你嘅班級是禮拜，班級係是9個10日，10日啊禮拜。10至10日嘅禮拜哦，所以我係做工去人真正久啦，我做工學即個 estate agent， 好賺咯，唔是 estate agent， 唔是，哇，真好賺啊！9個10，下嚟點先真正好賺啦，是8半9個10，8半9個10半點鐘，所以咯都唔是 estate agent， 是 chartered surveyor。了我個真正 accurate，because 我係爸是做 architect 嘛，所以佢嚟 chartered surveyor 嘅 terms 我會 spell， 我會 spell 我知㗎了伊 technical terms， 所以伊真正 impress 我，伊講你是做咩？所以我講我是 medical student， 伊說哎喲，你真正 overqualified 咯 for 這個工，特別伊真正是教我，伊是 senior partner 來嘛，啲伊個 chartered surveyor 嘅 company， 所以伊直直叫我去到對邊，哇，真正好賺咯，所以我會買 CD， 下嚟點先 CD 嘛，所以我笑㗎啦，我係攞去買 classical 嘅 CD 嘛，真正貴嘅嘛，一個 disc 是10至15磅嘅哦，所以我個會買 concert 嘅 ticket 嘛，去 Covent Garden 去看 opera 真係貴嘅嘛，所以我笑我係累啊，去。แล้วลุยสิแก่ทานนะล่ะลุยสิ成個講ทานเนี่ยสิแก่คายนะนะ你點先等我你做工點先巴如 undergraduate นะ undergraduate 是3年嘛，所以班級是我大啲你自己做現在做 office hour นะSo 9 to 5年啦。9點9個5點。拜一個。你做啲chartered surveyor嘅 BA 嘅事啊，我做緊嘅 office 啊，加了10波加了。比較 secondary 啦。So 被真係趣味就是啦，我聽人講哇，佢真係好笑佢。哎呦，我睇到電話叫我肯定嚇。แล้วว่า感覺冇我俾嘅可能咧，攞做貴咩，冇加10磅。有，一點鐘10磅。我講冇我俾，你是去 job center 去 apply for 這個 NIR， 你係做呢個嚟講，你係伊人較冇啦，咁到你啦。但係保險店保險店都俾妹。我冇白，咗伊唔就係講頭前是 cabaret 嚟咧，伊去偷工嘅時也做偷嘅咧。伊是用邊媒介嘛？用邊媒介嘅？你都有工到阿明。
我只行啦，去问啊，款呀因为我个落来个3日我都无理食物件啦嘛。是啊，desperate 所以你啦。行落櫃看行落搭間啊，店有開嘅，我看到，也是unless 看到是你在講你做生意嘅啦，也是講伊毋是做生意食嘅，也是你毋知搬嘅，只直直行去問了咯。冇是打門啊，有打門。無變嘛，了尾點聲做了差不多一年，甲關係迄邊了，我就走去 the other direction 學生一個所在啊，去做工土工哩一個意大利嘅餐館咯。迄陣嘅時就較爽啦，迄陣是趁12分一暝，了一禮拜做3日頓，特別伊包我食咯。了尾甲伊嘅 chef 啊。甲伊個 owner 攞嚟變好朋友去啊，你個教我哋煮樣意大利嘅物件咯，然後我就撈啊教樣哋煮咱唐人嘅炒飯哦。Big fried rice。你就教我做按照去做 pasta 啦，按照去做 pizza 嘅 dough 啦，然後一大堆啊。講到食物件吼，咪講到對起人即炒米粉咯，炒米粉，你講下你是你家己本身你捌做過part time冇炒米粉？我from 4班嘅就 start 做part time 了嘛。4班嘅，from 4 from 5班嘅，是大班嘅就去我喺邊嘅 hotel 做 banquet 嘅part time 了。就是一點鐘3塊半。喲，到底你是到時個單年啊？是我單年，就講我做是我單年 Novotel。是單年，你做是做咩工啊？你是做咩？你講banquet旁菜咯。哦。二杯嘛，二杯真係。即係你 holiday party 呢？啦，company dinner 啊，係咪咁樣係嘛？因為em mà請真係種 casual worker，叫做 casual worker 去旁菜咯。叫咩 worker？casual worker。casual worker。我去旁菜，所以成人食到，所以你家幾多種幾多盤出來呢？嗱。對了，伊頭前有誒 food presentation 嘅嘛，咁了，咁了排隊，你是講成啊？一隻旁啲開出來，對啊，開出來咧，就咁樣有煙的呢，我是伊盤，個係咧，開你，開你咁，係咧。是苗嘅多丁是一開個大牌。你細漢到這就未講，即係經驗過，那係講啊，但你請人，你本是個叫經驗過啊。係啊，我做 F&B part time 做咗幾年啊。OK，所以冇啦，特別唔講就幾年啊，是講我古早放去做了，我出來做 full time 嘅工時我冇做啊啦，做 full time 工啦。了過後我過來新加坡過後下，我實在有我冇做工就幾年，了過後我有做幾兩年，啲一個日本餐館做 part time 嘅番點做幾兩點鐘嘅番。OK，了你是做咩？本是做旁菜，是做冇相干？旁菜咯。特別我講到對banquet嘅食。OK。banquet 就我啦，三是趣味咯，啫。係啦，應該出來嗬，咁咧一兩日就搬出來嗬，你拎搬嗬，我到啲邊頭入面嘅嚟接咯。應該點樣每應該點？我嗰邊播張嘅隻啊！我學你看我做油路啊！我頭先吹工嘅時啊，未做呢份邊嘅時，我有一個真正打死唐人菜館啲學術，睇下無了啦，伊多大了啦，伊個名是 Opium Den。我想講，我去做工嗰邊嘛，爽咯，會食嘅食哦，所以我去拖工嗰邊，แล้ว我個橋邊看伊人家了會得，家了是韓記嘅，講阿莫話真係好笑嘅啦，我知阿莫人家了笑伊個唐人嘅會得，我先講未有講阿莫話嘛，所以我橋邊我係講 the Queen's English 嘛，所以我去我講嘅人。我係講好阿莫話，就冇你人嘅同關個女嘅人是個了阿莫人，所以我做緊嗰啲咪是較好咯。冇啦，伊人買請我是因為我未曉寫唐人字。
我照卡表看，啊，because chef 表看。chef 了是等人 add 的嘛，所以人我特別寫等人字，佢人我未寫等人字，所以人未請嘛。哦，英國中啊，我想問你一下，你講，sorry，你講你同事嘅咧，佢白白做緊嘅香港人嘅喲。佢哋是 opium den 啊，佢哋是等人太慣，伊人佢了香港嘅人啊，香基啊，香啊，你好，你講啊是迄邊嘅查甫啊 ，out of curiosity 我會知個啦，你捌你隻字名 Fanny 嘅喲 ，Fanny 啊。咩事？我冇明白。香港嘅人一查某就suka叫人做 Fanny 嘅。Fanny，我冇明白，我冇明白。Fanny，解釋佢。啲英國 Fanny 是佢哋 body part 嚟嘛？哦 ，Fanny pack 嘅 Fanny。卡吹。哦 ，Fanny，OK。Fanny pack 嘅英國嘅 Fanny 冇相。我知，特別我人講美國人講 Fanny pack 是英國人潮嘛。對。所以英國 Fanny 是薄。actually 對嘛 ，Fanny pack 對嘛，薄包，你掉是咪是冚到你薄。Fanny 咪是卡吹咩？得。Fanny 是薄，英國 Fanny 是薄。啊，嗰啲英國我不只係香港人啊，一隻 suka 叫人做 Fanny 啊，所以掉嗰個講。哦，等陣我咪對佢即插邊嗰邊，插邊嗰兩度啲咯，我掉上嚟等你時做 F&B 時，你講一隻零半，有時做一下擺隻字半到啲南邊嘅真南邊你嘛掉。แล้ว ready สิลูกเกี่ยวกับอะไรแล้วลูกเท้าเจ้านี่สิเท้าเจ้า from อีปัวเขาเป็นไง from อีปัวล่ะตั้งจุดทีสิล่ะไม่ใช่อวยเลยอีเตะจุดเตะไม่เตะแล้วจุดเลยแล้วตาเต้าอูเอเลอีดักก็ว่านี่เจ้าเอเลอันสิออกตัวเพื่อหาว่าจะคุยที่เจ้าเอเลแล้วเองก็ว่าสวยห้องเองก็จิตตกจับเอล้างมาแค่ว่าสวยอีเป็นอูเอา鬼十日嘛，我問看過了咯。你係有幾集啫？應該嗬，有咯，應該我而家出片啊嗬，我條手臂都就係哦，我嗰條呢度旁一兩節咳下冷哦，我呢就係所以我第一未想我有教學一半咁嘅，所以我未想學緊。我睡，我聽啲邊睡到，一日有超過10地，我第四隻。哇！到頂因為10個人嘅減幾間都算好事，都肯加隻幾地啦。誒，แล้ว差別你頂到你做嚟看嗬，你特別學會曉成個講嘢，頭強參啊咧，用炸呢你壓掉嘅。所以我古早我就會曉咧，自己頭強自己參啊，做變一零樣。我古早就會曉咧。แล้ว你就切糊啊？我會曉太糊。選擇勤苦啊！我會曉太糊，對，就可能佢哋護士一冰啊，可能開咧，佢冰過嚟，佢未使冰準嘅，因講佢未使冰嘅。啊，未使冰準嘅，都係冰準㗎。你夾喺佢哋骨起來嗬，你夾你河佢哋骨起來可能。起骨啊你。哦，了，我頂到我只食，我去食到，我唔是捌做白單啦，我是無人來請我是自己隻見嘅，所以我自己看 restaurant 有看人，做我對嚟自己學啊，夾你嘅，你แล้วลองสิ人教ลอง嘅，成 training 嘅嚟教ลอง嘅。頭一道去做事嘛是有人教我咯。哦，即係你物件會曉嘛？你小組一道會曉就會曉咧嘛。別啦，轉咗勤苦啊，就佢睇我都未有做。反正我意思是嘅，我是自己變嘅，我自己看自己 observe，我做事我是係到啲位，我 ring finger 嘅，我自己睇到啲位 ring finger 嘅呢。特別反正咱特別叫差別好教人啊，反正。嚇，你冇做 demonstration 做 demonstration 阿蕉會曉啊，蕉 Google Meet 啦，你起來 Google Meet 教啊。我換過佢我 laptop。你佢 Google Meet 啦，夾你頭講唱乜嚟教啊？做好啦，啲 camera 變整。我啦，你人講話，我開我。你做一部video 嚟 show。
我就一日要看即個 podcast 要看即個差別分隔啦，都用頭講千萬嘢物件呢，咱就會去YouTube 係咪看 ？OK YouTube 會我好似 YouTube 我乾坤晒了，甲人講我不要緊。哎呦，我要甲人講，可能阿蕉，哎呦阿蕉甲即個差別分啊，路人行互我物件 ，Oh my God， 我食氣啊！差別阿蕉講，阿蕉裝嘅 idea 嚟係到底啷是？阿蕉咯，阿蕉講就阿蕉唔知講啲 bus 個啊。阿蕉咪冇開，我唔知啲 bus 是會車嘅東西。然後讓去看希拉馬吉嘛，那個叫希拉馬吉甲我講哇，我歡喜到要死，我看到。係咯 story 樣多。我 free 轉色嗬，個頭一擺嗬，個 free 面嚟咧。那真冇咩人嘅我看。一頭一年嘅時候 ，because I think maybe 是 first year。因為冇蝦米 publicity，冇蝦米 publicity。對咯，都冇咩看到。只要冇咁我講，我唔知。我先看到到啲即個希拉馬吉嘅 feed 嚟看到呢。都荷蘭呢，咪估都荷蘭呢。係咪是荷蘭？係咪是？荷蘭多必要啦。sorry 嚇，咱 keep 咯，咱會你到底 Clubhouse 有 link 一 chat 入面，到底你過去淡薄，佢是哪會話係 Google Meet 嘅 link 嘛？所以畢竟你 set up 嘅時候，我未看，我未看正。我不注意看到真有轉過即係咧曉樂，你做咩 part time？ 貴，你到啲馬來西亞時候做 part time 嘛？做咩？你冇你做咩？我因為家庭嘅背景唔是講真好嘛，所以有去做工。我去鬥下手啦，嗱。有去買手電話。retail 啦，即係而家做 retail 啦。你幾歲做起？對我做工冇講廿線路嘅事，應該是大6、7歲就開始鬥下手啦。5、6、7歲？係啊，因為我嘅公司開古早是開聖經山嗰邊條咩 Macalister Road 聖經山嗰邊條咩，然後。Jalan Permai pun一間，呀，對啊，所以是開面出來鬥下手，就燒個比奧啊，泡個比啊，酒類啊，特別類個都去幫人 cashier 嘛，特別有時人客伊人辦啲多單位，好類似嘅，佢講春大啲間啊，走到，邊啊就俾波啦，一毫一塊，咁就係呢樣。老闆都幫地啊，我咯。你就是食女。要淡薄甲我上門。你我佢個別店本啊嘛，咩嘅？แล้ว特別你出來人不好女啦，應該冇女咩請女。後落講了聲，我寫了條做咧，我係part time。後落你請人請你冇你出來人你不好女咩？冇女咩？冇啦，是講因為多厝頭前嘅 compound 嘛，所以你是多厝落來呢？有閒嘅時就去甲人客坐啊，哎呦，成日做嘅呢？未少啊，去人客坐嘛，他是鬥下手出來人嘅時。迄個10幾年內面，有你啲學生，對。邊啲學叫做你上去你啲學生哦。我當晚個想到，較早嘅迄個女朋友小紅，小紅去到位啊，如果佢有聯絡，我即到對我冇對對 last trip， but 我still 有聯絡。你好似真係好嘅迄個物件啦 ，memory。學你買起來落推你對嚟啊，琴日，用 glass 就是 classic 嘢啦，即係曉樂。
恁你做工下邊 part time 無趁錢了，你真正出去個趁錢嘅 part time 是頭前講啥物？就是係你手電話咯，未手機。手機，未手電話，但係是多未？多一個 mall。多係你 Jalan Macalister Road，係你中路。所往你厝啊？對係你寶爪館嘅對面啊。有一間寶爪館甲係你petrol station 嘅對面。哦，中路 petrol station 是在倒路啊？前間山隔壁店嘅邊啊，幾間呀？哦，我唔記得。了邊啊，像是有加油，那是間是有媽媽。China Press 啊，當嘅 China Press 啊。應該是啊，應該是中國包嘅對面。對。了，我這邊唔敢講詳細啦，因為邊啲學員有真濟人聽眾，了我唔知有我係啲人有在這邊聽。啲人啊，哇個啲人啊，啲人啊，你有啲人咩？因為我做下份工，和頭家娘運昂，了，你報銷。可以按昂了，可以靠線路，了可以多出頭幾杯，安尼賣啊，你拄着可以賣了，我就去中國報輸油。你去倒係有錢啦，你去報應啊，去報一下。有去最機關了，去報紙了，寄 police report 然後。去照應。哇！我見 Google 會看到你嘅，我隨到嘅。我特麼一直找我嘅 Google photo， 應該是有翕照應起來，特別我找無。哇！這是幾年嘅事啊？200 something 可能。你意思我講到咩嘢？Form 2 Form 3嘅時候應該是。哦，嗰時韓國人嗰時。伊玩弄係咪？玩弄頭貼物件吼？係你伊自手嘅手機碰機了，伊講是我頭貼，特別我人調下你 CCTV 出來看時，安尼拄好，下你點聲，下自己嘅 CCTV 歹去。對了，伊就講下機手機啊碰機是我愛。負責何類，然後我講都唔是我頭貼，我安怎愛何類，然後伊就無，後面就無甲我講了，大我係喺你線路裏邊扣300塊出來。對，因為古早做這點證嘛，上亂講咯，3塊半4塊你看啫嘛，你去300塊，你做啊久夠有300塊對，對我就無咁玩咯。然後去看對面看到，即係報紙講係咪去報？像是頂到像是去吹張天賜啊，應該是。去吹迄個機關啊，嗱，搞到出頭啦。即係人插邊款來話，插邊款你為 demo 啊，為你嘅頭鏡插翻嚟㗎，人仔。等下看。茶味很奶哈，嘅茶味很奶。我頭咁長乜嚟啊？當住隻 ready 啊，會 post 嚟 podcast 一下，去 YouTube 看咯。podcast 啊，咪去 YouTube 看茶味很奶架咯。按咗嘅頭咁長做嘢啊，然後是或者研究點把刀人。next time 佢哋研究點時候，都俾佢研究點 demo 就係快曉。OK，嚟茶味很奶架。嚟。請媽頭先。請媽真係會諗頭先，客家頭先。頭姜四頭先會卡接嘛？對頭姜。對。快啲。客姜。對，特別說對啦，哎呀，我啲手指啊，你就哎呀收咗客姜就 stable 啦。你 show 你家裡看到一支嘢，到看到啷看到伊個即個伊頭姜嘅病，解剪到啲你前手指係一卡第四支家裡嘅位，然後 OK。收客姜就 stable 了。
了嘛請媽咯，請媽會使攞餅，會使攞餅，你請媽俾 sleep 你 just 日你頭前攞你家啲鹽條點啊？哈哈，所以你大無仔，甲你頭 index finger 係邊個鹽咗嘢？然後咪是會使響開冚啊咯，開冚啊，佢會使餅，會請媽。嚇，炒米粉嘅事，炒米嘅事，嘅好嘅菜啊！你唔見嗬？咪翻。我梗係好笑到啲邊咧，我見你假咧。誒，特別係豆漿較大嘛，唔是咩？用豆漿請媽較大淡薄嘅，即係佢較細嘛。頂有要大機嘅頭巾請媽誒，還是香誒？我用大機嘅，即是話出隻機嘅，我會記。我大機派嘢都較重。冇較即係別我夾大機嘅，較好嘅。哇！我看你做嘅呢型啊，唔知咩。你去叫你頭巾請媽嚟 try 看。OK。我攞羅冷，等我看羅冷即隻跟住人國點就係人國點片呢？所以到食了，我甲炒米粉食嘅是啊，叫炒米粉嘅我單地學曬好。誒，我會曉分啊，我會使學曬亂分啊。誒，曉了特別學曬啊！下來看人國點嚇對。แล้วเชื่อมั้ยตอนที่จำ and index finger กิมเดียว等คุยคำ哎呦！แต่ไม่ว่า study 嘅เดียว咯我จะ點去接錢我係曉做了。哈馬路嘅數，馬路嘅人國樣啊，未曉做，他那會曉做了。哈，แล้ว特別你你未開到啊？finger 騎掉，你未冚咗一個，可是你捏咗你嘅 index finger 嘛？哦，你看對啦，你頭前碟會冚嘅嘛？你未冚哦，你冰，你 flip 你嘅槍嘛？啊，依家係。你 flip 你槍嘛？你是成個壺啊，什麼啊，地 BB 物件你買食，Anaconda 啊 ，that's right，即是 BB 物件你買嘢咯，對。แล้วเป็นกูเลยจำสิไปแย่ข้าเจสังกัดเสียลูกคำเสียเอ้ยปัจจุบันนี้ฮอกเกนอะไรงั้นเอ็งไกลๆแล้วเราไม่เอาจู่ฮะแล้วเราจะ知道啲新加坡你嗰種係使做 part time 咩？新加坡要做咧車節啊，人使去吹插表。誒嗰種係香嘅，係做 part time 咩？嚇，白到已經搞到一地啊！呢度白啊！哦，這個壓抑嘅物件。真搞！哇，頭影嘢啊！哇，咁細路。當然大家那邊咧，我見聽做係使做白帶咩？先你咯，大家係使做banquet咧。嚇！誒，我想愛做 banquet 乜嘢？I think 誒嗬，等我看。誒，你不講你 requirement 咩做人香 banquet 係咩？嚇 banquet 冇係咪 require？ 唔知啊，我估咋？應該我當然唔是做 banquet 啊嘛。So 特別你俾成個俾烹製，你看你都俾曉咩物件咧？你不如嘅烹製是變大盤變細盤咧。哦，伊是成個一筆呢，就一 course 先很曉。我當然咪是 fine dining 了。啊 ，fine dining 變你好嘢啊！冇啊，伊啲 serve 好時啊，kitchen 啲擺水啊嘛對。嚇，應該我當然咪是我有真正一方面誒，我有做各啲嘅 serve 緊啊 serve 緊啊俾緊啊。哦，即係你夾咩？叫你夾到 tray，你睇下人家幾夾。啊，即係你 tray 出去人家手隻嚇嘢。你路頭椒。當然我面頭隻咧，我使講你特登去 kitchen 你就解夾了。你kitchen 我關嘛？你做間我哋啊嚇，你講。對。我包車油。但是我自己啲邊煮本。哦。แล้ว我當然喺度玩做喺嗰啲冇試得啲啦，都是一半喺出嚟嘛，我面คัดออก人嘅。啊，kitchen 擺好時啊，你放落去，แล้ว你唔知咩但係 OK， 我會問下自己呢，主要做咩事你會去架即係做半工咧？我對佢夾學生。OK， 我都對佢咧先至架，會架
開班嘅，頭講尋乜嘅？阿蕉就冇嚟曉嘅哦，頭講尋乜？明隻度咧，未曉。你當叫你我做落嚟做part time 是未生嘅 promoter。哦，你幾時？我大媽我做只少，大媽我做at least 3份工到啲大媽。哦，你未咩生？你唔使乜確乜俾佢話？先先係頭一個是 boy London。哦。แล้ว第二個是俾你冷情恤啦，你 call 你 slack 啊 ，office 你衫，แล้ว定到特別見個藍鳥 call 卡。哦 call 冷 call 卡唔是 call 冷。哦 call 卡是唔是講未現閃咩？未鳥嘅現閃？又未 get 啲嘛，所以我特別去個藍鳥咯。哦，แล้ว你是特別夾一隻迄個碟咩教到啲木棍嚟係呐？冇教木棍啦，是需要嘅，是個嚟入出嚟去個藍鳥了咯。你唔是做彩虹？我愛做嗰啲工。你是咪去去亂幫？你幫到？你個點咩鳥 call 冷嘅？應該再去考咩？我講去鳥叫。call 冷，哦 call 冷是現閃啦，對我講。即係我上個時喺你住會講本一間小樂本是未生就到啲幹嘛？你是到幹嘛就咁打？有啊，大幹嘛有甲大家少朋友嘅嘛，未生甲未關。啲一小細漢啦，一小細漢你唔捌個你做在做過。你未生甲未裏面生甲關地啊？未生啦，唔係裏面生。未生甲關地 OK 對，2樓。哦，แล้ว阿蕉咧，你到底幹嘛係得住做嘅？我做未生咯，未生咧 after that 每就是未車，見到佢哋啊。到底位？哦，到底迄個是到底？幹嘛嚟邊咧？見到佢哋啊，4樓定9樓？哦，哈 ，OK，我未記講咱有過迄個，後你困嚟見啊？你講咩啊？見到佢哋啊？見到佢哋啊？伊是迄個賣迄個啥啊文具的迄個位吼，還是賣冊呢？我會記佢第4樓是有一項賣 pencil 啦，咩物件款呢？冊甲文具本有啦。哦 ，OK，แล้ว你當邊賣咩啊？你是做咩做 cashier 還是做 cashier 咯？哦，哎呀，爽哦 ，cashier 等等。我聽到我第一暑假做物件就是去訂你 cashier 你 register 滴，我就暑假訂。所以我個接工頭就係未早起未開店嘅時，特別去切嗰啲 shelf 了咯。哦 ，OK。有淡薄切個了，切了，แล้ว愛開門嘅時特別企喺度門頭整。就如果是人幫掛嘅嘛。แล้ว阿妹9點咪阿妹10點咪冚嘅時啊，嗰條企到面頭整嘅，人夾佢特別檢查，特別冇啦冇行咧，冇行咧，哦，企到邊嘅。哦，原來你同家媽會做過誒。呀，你講？我羅蘭我到底家媽會做過誒。有我除掉了，我喺你網頁啊，我 post 喺你chat 裏邊。等我去開。你新聞嚇？我新聞。等我看下，一新聞你看隻。OK，來，然後當叫你故事介紹睇看咯，當叫。哇！我特別是個出特人字啊，唔知係咩大學生準大學生哇！這個。20歲講，20歲。你讀一 headline 啫。兼職時被誣賴投報後，老闆常騷擾羞辱。學頭嘅鳥harass 就講下侮辱對。哇！出新聞啦！你應該400個10 call 係咩？你靠400個。哦，唔是300，你係400個。我講錯啦，就估啦啫。我呢度係40歲啊，20年啊。
毛毛菇來啊，毛毛菇起來咁講八帶咪講下，我就做八帶，考你有物件講我做八帶咪。哇！แล้ว等陣個，等我講咧，講係使笑打。如果你真係困呢，咯？唔是，我講咧，應該係使笑打啦。哦 ，OK， 你只隻有你個 list 就等我。嘛，可是小英嗰邊啲橋邊是路是冇？嚇，對咯，中位，抓係小英，中位 left side 中位。是咯，你天柱啦。南西嚟你講，南西你幾回去？我加阿龍是上本嘛，特別咧，我係爸媽加阿龍無上啦，我係買嚟加裏邊淡薄。我細漢時交架車，我係爸媽升咯。一得個別店啊！細漢我3、4歲就倒架車了誒，會曉行就倒架車了誒，你不細半咪鬼，特別無累賺咯。然後咪是上架後落安尼款 ，smuggle 淡薄累咯。哦，睇人走累時，之後會係到對咧。然後淡薄接駁錢，可能佢頭邊有隻咯。一個大漢淡薄啊個12歲安尼款，我哋去港廠做工咯，做咗part time港廠唔是 illegal 啦，成個做晒啦。illegal 12歲可去做咯。你做咩？係咪港廠？我是啲北海邊㗎，老細我定買八啲北海，因為我嘛有讀過北海邊㗎。然後我啲北海港廠嗰邊㗎做嗰種經長頭可能嘅。經長頭就是你經佢哋派長頭出來。你看到就是規隻人經長頭咯，經了一包經咧有巢嘅長頭經出來，你看咯。然後你看就是一節，我未記啊，一節唔知幾點鐘唔知幾箍銀了未？有一節有10幾箍，你看啦應該是有啦。然後我係知咧，因為我本是有生意做嘅，是講我唔係講下晡無咪人嘛，人去做簡單。OK。你看我是幫家去嘅，我係知道就是畢業啊嘛，然後我知道去包作率咯，本是啲包喺邊。哇！呢邊個是唔是有一個係咪文豪登嘅？我哋喺邊個時候是會去包喺啲作率咯。然後我做這個，然後幫家，然後我就對家己，我就對太平洋啦，冇我幫麥大嘛。然後你家己大啊？我喺度啊！我就細漢我就是。你到太平嘅厝，了特別你爸母是到啲北海。去外部北海啦，大陸嚟啲高安喺做生意嘅。OK。我家是教我過呢，特別過本大仔只有過大仔10年，已經做工啦，所以咪是我家己過嘅啦。未怪你係獨立。然後到當午咧13、14、15歲啊，嗰段時間咧，我隔壁。伊有囡仔細我幾廿年啦。做保姆。3、4年，唔是叫我成家阿龍去教補習。教補習。教補習我就去教補習咯，嚇咯。教補習前一年咯，到16歲考了冊當補習班嘅，然後去做嗰個supermarket 嘅 cashier 咯，呢種你 cashier 啦。就是條路嘅 cashier。爽我嚇，我是個訂咯，特別頂到你是未 scan 嘅，頂到是嗰條牌咯就。你特別啲牌。你是拍，你是對號頭，唔知咩1、2、7、8、3咧嚇，真係。有你是聽路嘅。我 interrupt 啫，佢講 cashier 話，頂到我係 friend 度啲奶本做 cashier 時啊，忘記俾物件啊，已經牌了。哎呦！未使嘅咧，一知咧。你減去啊？減牌。我有 CCTV 嘅。冇點解冇 CCTV？往年大時冇 CCTV 啊！你看嚟講。點解冇哦？這時就是食我朋友樣，我朋友樣去做 KFC 嘅，做麥當勞，我叫佢牛嘴哦，去 KFC 叫牛嘴呢，都有3地雞巴，有哪個有幾實唔夠食咧？咁好食牛嘴呢？伊可能係學嘅，嚕啦，特別嚕被。冇，你要去佢那大學，叫牛嘴呢，學問佢學嘅了，幾實。我就是直 short 類咯，一直在啦，我係數學時前啦背啊嘛，特學阿妹是算類時咧，迄時我都在招20塊，都在招10塊，你看咯，你做卡杜人啊，我媽講免做啦，你每本無夠你錢，你錢攞無夠學，蝕本。我頂頭時我叫我到啲度哦，時我朋友咪成，我朋友馬來西亞 friend 啊，一時到啲做 cashier 到啲嚟 cafeteria，所以我去買 Burger King 嘅sandwich 時啊。一包一裏面包2地板，即係好似地板，
伊會幾百，sandwich 啊，伊加一地踢他較懸嘅，你 fries 啊，好玩貴吹嘅啦，我叫佢。好笑。女朋友做食是真俗嘅。係咪應該係咪然後點？可能幾十年嚟，可能馬來西亞經濟未進步啦，嗰時候啊！你看係人吼，食牛隻，迄蘿蔔子嘅物件啊，偷偷去水，幾十稱啊！誒，你下，然後就會講。你小妹我有啦動物。before 去 supermarket 嘅時候，我冇做嘅，去班浪做工咯，去排班咯，梗係排。班浪啊？班嘅浪，班嘅槍啊？做班嘅槍啊？班浪咯，我想你去班浪去做。班浪俾咩嘅？去跟班。去跟班啊？啊，去跟班。茶班啊？伊個茶吼是，伊個茶是伊人是做。上街攏愛放一 container something 可能，你我人愛放水水，哦，不擺貼水水入去行嘅。你所以我早細行我有滑貨力咧，你哦，我滑貨力好呀，你查機，我細行背起，我邊滑車係緊滑貨力去做這領教咯，你講出嚟邊背來背去咯，你哇，你厲害！你看，了小妹就去加放快就不做啦，因為考冊啊嘛，加係咪有啦？了。讀 college 時咧，去做海鮮嘅咯，做海鮮成做海鮮做咩？可能成家長邊款人可能，特別我是做海鮮店嘅。哦，你特別曉咩魚啊？咩特別曉切魚啊？咩啊？這特別頭啲江湖嘢咯。冇啦，我朋友嘅爸媽係店嚟啲 KL 嘅，然後因為我大夜厝嘛，我去讀 college 時，唔是講大啦，我隨學堂嘅時，伊講你來我厝，叫我表我哥，我哥厝，偏大隻，你去隨學堂啦，所以安尼看到白條樣，一厝口咯，一厝口就是開下面開海鮮嘅菜館啊，然後後尾我讀冊嘅時，伊就講。伊講阿妹你有閒哦，喂啊，我講阿妹啊，會使啊，伊講你來教我做工啦，一暝互你，我會記迄時一暝互我30個，特別咧，我毋是遐個累問題了啦，我是貪食，有貪食嘅你講，對，有貪食，伊講包食，包食 OK 10個塊啊，包兩餐，冇30，我抽夾本，我抽夾30，特別包兩餐嘛，開工一整一餐。你放工嗰一餐嘛，你嗰時食海鮮嘅嘢咧，食你 OK 啦，大餐我貪食。OK 啦，我唔是講我爸媽是有學到女，有學教女我，是講即個女咧，我是會使夾物件嘛。對。因為我頭一年我讀 foundation 嘅時，就冇物件做嘅。冇物件做嘅嘛，讀 foundation 嘅嘛，幫我就是用了有啲。我冇咩講課 project 本，講課本無濟都知啦。我頭年嘅 foundation 咧，第二年加一 project 啊嘛，所以我去做咯，你看咯。等小妹畢業了，我就去做賣 CD，就是為馬來西亞嗬頭一間 CD 店。馬來西亞頭一間 CD 店到底位？對，就是叫 Legend 2000。應該真係人知。Legend 2000吉隆坡嘅，哦，你真係真是啲頭先嘅 CD 嘅店。因拍廣告是講嘅嘛，我人是頭一間嘅 CD 店。了真係一開嘅時，真係香港人、香港嘅明星哦，掛車哦。我嚟整 promote，嚟 promote 嚟介。哦，你乜都會裝。我未記啊。嚟加咩加事？你講開張嚇？開了嘅開張啦，加嚟利賓啊啊！比我做嘅時，伊開了。幾若個月啦，我在真正出名。安尼講，我拄我甲我朋友去，因為我本是考了冊了，佫未開工，我佫未找到工嘛。只係工啦，所以講我只負擔嘅工。然後我去對我朋友去買 CD 咯，然後看迄邊有 part time 做，然後問伊有請 part time，我無伊講請個，毋知袂記啦 part time 負擔，然後伊講伊講有請啊，然後我對伊去，我嘛啲邊個做咯，賣 CD 咯。特別迄邊個學真正正嘅。哦呀，學咩物件？學到就是用電腦拍長人字，安尼款。接迄個 data 接迄個因為 CD 嘛，然後佫會曉，然後迄個歌啦，後尾個安怎去甲外國，因為迄是 CD 個，了是佇香港來嘛。因為較濟是香港嘅，然後迄邊個咧，你就要甲人 order 啦。
拍電話去啦，寄來啦，接去迄種嘅咯。哦。了，安尼講伊個樓頂，因為伊是香港人，無錯是香港人開啦，有份開啦。了樓頂咧，伊就是開啊一間，哇，迄個無錯是香港嘅一本，像個天下，像個風雲安尼款嘅 studio。特別我袂記下面，特別真出名，迄本冊真出名是。無錯是迄間主筆是周深嘅，了安尼講周深就是迄邊格咯，啲畫咯，了迄邊格內邊咧有幾若間少年人本啦，了有陣時走起門嘅，走起家人上班，因為我本是讀壓嘅人了，家人上班咧看畫物件呢款，了小妹有一間咧，伊就愛走出來家己做頭家了，請你是愛做 animation 啊。哦，伊就知我把路畢業咧，梅話咯，我成日諗呢個咯，就是安康除掉工。除掉工，你本是成日諗，你可能做part time除掉full time 咪工。除掉 full time 工哦。係成日講，南西，我成講係成條學啥物件，你別記講。都係成條咪是學啥物件，你別記講。係咪？係咪？即係空間。你啊，我無係咪哦，我無機會講哦，即句。我啲阿妹，我啲時邊拍，我啲阿妹拍包加4半碗嘅。我想你點菜先，即好食你冇食臭味。即空間啊！他你是啲外賣店講，唔是啲海鮮店。我只細漢哦，4個去過6歲已經有講咧。係咩？能把配落去人嘅食。Oh my god！唔通啦，唔做乜物件啦，唔通啦。唔捌做過。阿蕉做，阿蕉都捌做工。炒米粉，哎，過啦。阿蕉，他媽咪捌做餅骨咩？唔捌你個大攝5歲個做咪講？我頂住炒米粉講 about 伊餅骨 experience， 最捌做過餅骨。呢阿蕉，你唔是講你捌去你但我別再講做乜事，紅響你去做啦，你經驗上面攝5歲去做烹菜。啊？我是你無認近咯。你冇按照除掉你去，按照你去梅掉還是炒米粉梅嘅上面，按照你裁掉。炒米粉脆人。我脆人，應該我脆先正脆人。哦。你講大啲嘛？炒米粉我調工去新加坡做自己 part time 咯，假如。未啦，冇必要。我愛脆，我一嚟做咩 event， 我愛脆75個嚟人嗰個。哎喲！伊樣一半去 check 哦，反正我人無 permit 做一名迄種一條哦。嚇？冇啦，係咪 permit 誒嘛？攏 casual 㗎。係咯。免你嘛？哎呦，我背去新加坡做嘅。哦，特別上間南西，你咪你寫過嚟嘅，別使。我對女結真有，即係我是對女結真有興趣，我唔是對國家嘅變鬼。我愛看櫃裡啊咧，我有興趣看，樣櫃裡啷嘅櫃裡啷總行 system 㗎咧，安怎行？迄個我真有興趣。咧我早幾年我有做啲 part time 咯，就是教會呢，迄個花插花呀。哦。我幫我做過，早幾年啦，MCO 疫情嗰時。安怎你講我嚟講，喺你話稍微做本。即係好意哦，即係我真正暑假到邊每我伊也冇做了。伊當時 OK 啦，花嘅咧我唔知安怎買。你搞咧你 hotel 啊，嗰時喺你 ballroom 哦，伊人就花緊了，有你是自己跪落呢嘢度。伊都是啲邊個炒咯？伊假如講 OK，即係節目咧是炒喺邊個，節目咧是炒喺邊個，你看喺你 ask 安怎。出嚟 ，OK，是安尼款炒，安尼款，你會家己啲邊個炒咯？你好彈嘅，你自己會好啊！假是早起我人10點開始做啦，5點以前我人愛走啦因為阿妹咧嘛，5點阿妹就是伊個教員呢樣教員 start 啊嘛，教員招，自己會好啊，200-300塊，迄個。係你先啦，你都俾曉插花，人家會做嘛？你不要插花，一插一下冇單一粒咁樣，伊會出來是。如我人of course 都知，愛知，攞就安裝茶，你家去做啦。就是啦，你睇不要插花，是你插個看一曲啊，是一粒成個你。OK 啦，冇單。你看靠個安裝啦，伊有效應嘅，要你對調查嘅。然後迄個就好意。我有機會，我本真想做到對這種嘅，真好意這種。我諗看。阿蕉就袂講了個。嚇，就講你嘅經驗。你無談咯。嚇了，就是講你無談。阿蕉卡字咯。
了，你是講你這先嚟講無影彈嚟類？啊啦，安怎咪數？就 training？冇啦，你拄着咧，你看到無是？看，按照講12分人看到嘅人啊，兩度你是講，你是講問你八，伊個做工，把你教你做在做工啦，還是你伊個伊個即個 customer client 啫，看到啊。應該我嘅 client base 嘅了是 luxury brand 嚟嘅，好嘅啊，所以往 serve 嘅人家了是好嘅人嘅，好嘅嘅。interesting 嘅，你會看到真正正。你是嘅，啲人就是要去看人嘅，是要去探女嘅。冇啦，你做這間嚇，你會看到真正正好嘅人嘅籌款係咪咁樣？好嘅嘅嘛有，好嘅嘅啊。你特別，你按做咩事講派做啊？係咪做派做咧？你就派學曬時候，你是講樣點先等啊？幾點？你往這裡講點是等咯。幾點？一講是無講真正艱苦，是無艱苦做。講點先等，了有但是你拄到誒個人家籌款嘅，鳥嘅。แล้วยัง especially อะไรกับอุลุยตัมโบเแล้วยังตัวไอ้ show อีกคนนึงเขาดูว่าลูกก็เตี๋ยวแต่เดียวเขานะ安怎一款什麼意思？是講，哎呀，這個是半隻無清氣嘅事，你看安怎意思？安怎好鳥路？半無清氣，因為數是無係咪拄到啦？應該話人隔了半 before event 往打掉是 polish 隔了，係咪出清氣隔使出嘅？特別應該。I think so far 阿舅教我做喏嚟 event，一個是干那邊所唔是有搬出去，本來即真濟方面嚟，特別唔是講一人一半，很正嘅。伊頭一個是一人一半，特別伊個本是真正有你應該往出嘅物件，往唔是隔了用半，往用真濟物件嚟，真濟大地。對，成下咧，係咪咧？對我嚟講，我係 challenge 就是記憶嘅菜單咯。記菜單，你未使夾抓啊？未使夾咧，偷看。未使。你對佢食嘢啊？真正阿達是，因為阿達就是 ，OK， 伊成個一項物件內邊有蝦米 ingredient， 都會講得了出來嘅啫。我肥哦。如 recommend 哦，講啊，這蝦米安怎較好料？都是 order 咩？還是都是 serve 咧？我 recommend 呢。我雞是葡攞嚟，我虎是貝鵝嚟。我烏龍是麥都蘭真版三杯。我應該往無可能點菜嘅。都 menu 嘅咧是 fix 嘅，so main recommend 你應該冇可能點睇嘅。應該我做咗做 research 是 I recommend。你要做，等即阿舅你會記掉嘅菜單，你第一番會記上面，係咪夾近確記起？你是夾嗰樣梅魯咧，是你直頭唔知裡面有淡薄嘅菜丁。我照講就是你 surface 時你就會解講。這裡是蝦米物件？這是蝦米啊？裡面有隻有三條嘅蔥。倒落來嘅蔥。到底鋪落來嘅三條嘅蔥。鋪落。鹹地嘅。伊無講他們按怎煮法嘅 ，just like 咁講。裡面有蝦米物件？伊蝦米物件了個 ingredient。你咪成日講你阿嬤。上海椒粉咪就講嘅。你咪成日講你阿嬤特別講個咩 flowery，你看這是 infused with 係咪絲子吧？The thing is，這是 French 嘅名。foie gras with some 冚骨。冚骨。我話你個仔。嚇！你知咩？你係咩 ？creamer 是。creamer 係咩？creamer 是伊個 cream 是牛嘅母咧，牛嘅 cream 叫做 creamer 嚇。嗰條你但係呢條你是係咩？係咩？你有我頭嘅嘛？係你拍嘅啊？你睇下阿龍嘅有講，你 spell 出嚟。你 coq van 係 coq van
你會你怎麼你留記寶啊，國姑嘛，嚇，是嗰時國個灣唔是啦，你政治話係事你。我都冇識國個灣。對，我對看住政治你是把你講。如果這是到這裡，如果到這裡，event 係是第二類，開始係是嘅，第二類 event 伊嘅你塔，伊有一個係咪哇！這唔一排做。是啊，我想 friend 嘅，個愛讀冊哦。啊，咁就好彩面去叫伊酒名。哦，有人嗰條 serve 酒係有人是。所以啊，你就知啊，做 F&B 嘅人嗬，你拄着無相真濟款嘅人，我甲你講。我看到找到了。啊，係咪？書哦，crocodile。chocolate shoe。哦，shoe chocolate。chocolate AU or CRA QUELIN chocolate。chocolate shoe 嚟嘅。啲 chocolate 咧 chocolate 啊 chocolate。Caramelized apple vanilla diplomat cream。阿蕉，我就講，actually 嗰時面用嘢，法國名講嘅，你會使頭㗎啦，講是 chocolate shoe 嚟嘅，因為你會打咗我啲是新加坡人嚟嘅，你頭係 chocolate shoe。Hazelnut 打瓜，shoe 打瓜，一陣啦，一地興。有喺個我古早個唔知係咪是叫做 Chantilly 嚇。哦 ，Chantilly 是嘢你會啦。唔是，意思English cream Chantilly 是 English cream 啊 Chantilly 啊 Chantilly 係咩？英國啲人一定啦，你條大你啊，冇亂諗嘅。Chandelier 呢定是 chandelier 是定。Chantilly cream 係咩物件？呢是 Chantilly cream 啦。English cream 啦，係咪法國嘅名？豆嘅你會講咩 ？Chantilly, you don't pronounce. I think 豆嘅會講嘢咧啊，slang 嘅。係咪就我哋講 Shooty chocolate 啊，咁樣跟住講。chocolate，你係咪我剛剛冇搞定字啊？係咩嘅？唔係個激娃啦。Google 裏邊是有線人嗰咋，咁誇張。啊！我是會知是住一邊色喎，一邊只色喎，特別我唔知是住嚟，但係 Google 嘅新招數是咩？一般來過嘢有變色喎。Win 嚇。哦，哇嚇！我搭康。我搭康不來過嘢。就不啦，另外我知整成嘅是攞你整哦。啊，我搭康我記。你我記 win 嘅時候咧，個部網叫我搭康。兩個講字係咪嘅？講字係咪嘅？一個自己嘅啦，一個自己嘅啦。哦，係咪豆嘅？你講咩？我冇聽到你講豆嘅。你講不單係歌數學。嚇，對。哦，等，你我等，我未聽，我講啲牛郎嘅即都對起就招。我好出面嘅啦，我即係講出嚟，因為豆嘅啊，攏寫豆嘅嘛，係寫 DAUGE。你是法國嘅聲嚇？係你用法國嘅音睇出嚟是個 douze。好聽哦！好哇！或者你記得你咯，你用旁邊講啦，對，那是過去。我而家就錄係咪嘅？你都講我聽，我睇我都聽。哦，用法國聲嚟睇。roti canai。roti canai 是 CANEI 嘛是哦。嚇。roti canai。好，即係roti canai，嚟，接住嚟 roti canai。阿蕉，so 你安怎你 performance 安怎 OK 哦？你有驚啊？你成個老千掛。
嚇哦，你頭一個event 我係記是就是，because 當參與伊淨係伊個 rehearsal，特別我唔知講只正是伊只用嘅迄個盤是好安尼動嘅，所以其中一個菜是用個咩 pan 啊？cast iron pan 嚇，邊個動？是咧cast iron，細你係做一盤呀？就做一個 tray 位。哦，笑。哇，當款咯，用下 cast iron 嚟serve。你拍到？cast iron 往前了，一個是1.3 kilo。喲，我到你做開嘛6 kilo 差唔多。係對。OK，冇錯啦，冇辦法。你拍到切，人哋 high class 咧係 shoulder。真係我冇係 shoulder 嘅 ，OK。都係超都被動嘅啫喎。我做 performance 咧。就 normally 用 head shoulder 嘅。我知 head shoulder 是。用你隻動嘅招嘅。差唔多是嗰隻棍招棍咁樣。這是 individually 一半 serve 學人到底多頂嘅，你知喎？我係係 shoulder。好啦 ，serving 嘅時候 ，serving 嘅時候，了。往棚出去啦，往嗰邊下到呢隻 serving station 咧，即係我另外一個 waiter 過嚟做 serving serve 嘅。哦，所以你是棚出去，係啲幾大盤啦。哦，你係 shoulder 度可能嘅。往頂喺你 event 咧，一嚟到頂一度咧要俾你 guest 特別要曬人 serve。所以 cast iron 是一人嘅，而唔是一人有曬4個 cast iron。哦，原來係。一人一個 cast iron。哦，所以而家出去是應該往一個 event 200嚟嘅嘛，冇可能一半一人一半出去嘛。所以你特別一個 tracy 嚟了，伊個另外一個人是 serve 一個 individually serve。我才講 serve 人嘅時，你特別咪多邊正邊嘅，我冇咩記啊。The serve always from the right side 嘅。serve from the right side。clearance always from the left side。哦。OK，แล้ว你哋我哋係咪唔見先呢？阿蕉，讀了會講係咪個咁緊呢？你我哋係咪唔見先呢？係咯，我哋係咪先呢？咯，做之內 event 嘅時候，我哋係咪唔見先？你唔係經驗過啊？是就係 control 唔見啊？還是你先拍到你 cast iron 到啲你好嘅嘅波波嘅？冇啦。Actually 啊，I mean 碰咩嘅？填水就冇簡單嘅咯。阿咩事講啫？你驚跌掉冷氣是唔是？唔是，你填蕉 ，I mean 咪講填蕉啦，填水唔勤考咯。所以意思是講嘢你人坐到下邊了，你拗提到頂，你要安怎去倒？嚇！但你特別去正冰嘅，去正冰。哦，你燒水冇其他破嘅一時間，嚇你成未停是是。嚇！所以even你倒水門口，你水啊你bottle 唔使動掉嘢。哦，你就冇帶。拗會出嘢嘛？哦，所以你唔使想 overshoot 咧，刷出去個溝拗嚟搞。因為training 嘅時候頭先你拗倒就是出去㗎啦，出去咧，一知就出去啊！你是正 event 嘅時候是攞嚟 practice，冇啦，你是 training 啦，先 try training 嘅，because 我冇 F&B 嘛。應該今日會往是一度8嚟嘅，特別往有3嚟 service staff，so 一腳是做咩倒水嘅咯，然後你是，所以你免做啦。係咯。所以佢阿蕉面倒蕉咯，我是捧菜呢 ，cost 呢，我就去壓你出來。你特別講個，我哋一經會曉倒蕉嘅人做倒蕉。哦 ，OK， 你捧嘅時，你特別講這是係咪物件？可能係倒去。哦，我明好彩，我係明咯，所以我係就是我捧出去咧，係到係你。哦，別人 serve individually。哦 ，OK。
แล้ว第二份本身你看第二份 maybe 無上 event 你唔是 table 冇第二份是 canopy 咧嘛，第二份係你特點聲等特別，哎呦線咯。嚇講講咗係咪是線？你就是你because 你被徛到門嗰邊 entrance 嗰邊等人入來，แล้ว喺你人過來看愛咪啉水。你看了咯，你 already 填好事了，成 canopy 你成event 嚟嘛，所以是後覺得 already 到意思到啲頂還是係到啲 trade 你驗掉好樣 offer 樣咧？我係到啲 trade 位咧，我驗掉咯。你冇驚拍到啊？超正水嘅咧。哦，我驚驚拍到咧，直頭冇注意看就哇 plan 到個了去。OK 啦，I mean 野炊，特別有啲野炊滿水超正水嘅。你行是按照行兩邊嘅 left and right 行，還是一啲好掉？一支手好，一支手好我見咯，我係多啲。tricep 咩款咯 ？tricep。你講嘅謝啊，本地阿招無水 ，next event 嚟啲時候，你啲超得準嘅。冇啦 ，actually event 咧，可能叫你啦，我直接有接觸冇影啊，你點寫個開櫃？你看咯。特別你講冇好談事啊，冇歹談事，你就記物件㗎，是成日算嘅，然後就佢啲櫃買起來掉。冇啦，這個了是 hard work 嚟嘛 ，labor work labor work 嚟嘛。特別本就俾我當部 skill 本。這 office 這關係嘅人冇相。OK，等陣個爸爸學別人講嘅咧，就自人嚟，冇講掉個就，咱同點冇正氣啊就即我咪講你話做 part time 就好潮嘅。我定到時啦。我到啲桑拿做工。到去桑拿做工。購買。輪擺呐。購買都在購買。唔知喎，購買是到度嘅。來定到馬路去做天。馬路去電hotel。佢真係做天陽，唔是馬路邊做天陽啦，點學？係 hotel。OK。Dune hotel 哦，即 super 對面咧，嚟 super 對面咧。差唔多係邊啦。嚟 Burma 對面。你青年嘅幾邊，所以我定到去走去做 part time 是做你 spa attendant 嘅。誒，我唔知後邊有 spa 喎。我朋友係巴開嘅。哦，你 spa 是做咩㗎啦 massage 啊？有 massage，所以。我意思是講係你所謂就是是咯，我應該掉，做工個病睇下。你個有啊，當今冇了，冇啊，哎呀，你做咩工啊？到嗰邊做 SPA 是個人 massage 啊？冇，所以 SPA 但真是我是人來嘅時，所以我樣有 locker 去，我特別出樣去locker 邊就等要換殼，唔係冇個牙殼可以換。哦。所以而家就有人多喺面前偷看啦。哦，係咪你冇出奇嘅咩？你冇時候當名單嘅？我咪嘅事咯。哦，冇啦。誒，冇你唔是成日講佢，可能自己冇 privacy。冇啦，入邊樣啊。哦 ，OK。something like that 啦。特別睇，佢頭飲就啊。Because actually 就冇水嘅樣 ，because 樣這邊嘅 spa 冇偷貴貴嘅。哦，就冇水。了，可以停你，買煙通，你零嘅咧，寬殼啦，冇啦 short 成嘛，所以成個 gym short 成款嘢，所以 after that 就所樣看啦，我 hot pool cold pool sauna， 咪可能嘅，所以講，你 after that 樣嗱講 booking 會，但是有 booking massage 嘛。แล้วจะไป叫啲幾號嚟訂係咪？something like that，聽到係 massage 咗搭個字喺度。哦，豆嘅你識撳啲聲就有呢就係歌啦，呢邊แล้ว你搭個字係咩意思？啪呢？哦，立，哦，嘅係立意，哦 ，OK。聽到係咯，所以我家樣，所以我係 job 嗰條做嘅就是去立人 ，because 樣個冇，嗰邊去，你加凳嘛，你管嘛，你即刻嚟立啫，你個就嚟立啫。OK， 你講咩 ？because 一個冇俾學人
你嘅食嘛，哦，番食啊，有食乜粒啊，佢就出嚟嘅了。嗰個。所以個 theater room 嘅，所以 theater room 嘅是放laser disc 嘅，我呢度去放戲。แล้วอีบุฟเฟ่ก็แล้ว唔記得我個俾佢你叫做辣食你反正嗰啲哦，啲位，依係你啲位佢點可以做所以呢個就俾佢貴可以做燒咧。你本做得隻物件白沙白海你香港了大兵，係啦，就好神嘅啦。SPA attendance 啊，就是做爆刷爆。你一人還是個別人個？我叫我朋友陪我白做。哦 ，OK， 所以你師傅內人啊。但比較出名啦，是講應該冇看到人道嘅人呢。應該冇看到人道人。OK， 等陣我俾看佢啫。兩個人個情況，即係新嘅人嘅名未認識出來，你到底 Google Meet 嘅。Delphina 是幾歲？姓焦呢 ？Delphina Lim， 你名咩？好咩啊 ？Hello， 姓焦啊，你是？是。名咩名？我叫 Dolphin 叫咩？Dolphin。海豚，係水的咯，係兔鏡，你睇啊？係兔啊！直講言話個。係兔啦，叫做。係豚，唔是豚。係兔嚟嘅，呢是 pig 嚟嘅。呢隻海裏邊嘅兔，海豚是叫做咩啊 ？Walrus， 豚就是兔嚟嘅，所以是海兔，呢是海豚。哦，豚是兔嚟嚇，豚是兔嚟嘅，呢就是兔嘅意思嚟嘅。對，電腦日本話係兔嘅，係兔啊，係，呢是兔嚟嘅。但係我諗兔拉麵就是兔骨拉麵啊，兔嚟嘅。哦，通格子，兔嚟嘅。係豚嚟歡迎係豚，你按咗頭一擺嚟知道，咁樣紅出嚟。我 register 3刀啊 ，actually。了，做咩事冇嚟？了，9月時我喺 KL。我去Taman Negara dan冇應嘛。哦，你Taman Negara冇 reception 呀？冇啦。等陣，我拍攝啊！你Taman Negara幾個數？確定講？冇啦。แล้ว10月時10月我冇落音。對嚟。嚇，對，我真係，你冇嚟隨話。我唔知你電視對嘛？哦，你其實冇對嘅。你都冇嚟 clubhouse 啊，就是嚟 clubhouse 啊，喺度。我福建真正差，我還在聽2019年的。哦，嗰啲聽2019係咩？2019，2019。等陣，後面嘅停掉啲外腦。嚇，係咩嘅？人上個Taman Negara，人上個大樹林，人上個風景真正水，人上個動物。馬來西亞人上個Taman Negara，即係你上個鬼，係咪問題啊？嗰啲人。邊啲福建人咧？邊啲福建人有幾個數嘛？我冇隨落住嘅，我面嘅烹嘅就是學鬼嘢嘅。邊啲福建嘅鬼嘅告訴就是邊啲福建嘅靈魂嚟。你講咗都係亂嘅鬼嘅。係杜嚟講到啲路啦，係杜路去，然後路幾時安怎除掉邊啲福建咧？奇怪，路幾時除掉 ？Because I think。3-4年前啊，我福建話，because 我厝我媽是講潮州話，潮州話，然後我福建加潮州參嘅。哦，見落隻就係咩使？然後特別你福建是邊個嘅喎？你爸是邊個人啊？是。哦 ，OK 嘛，你都 OK 啊，你是講有當時卡，你我感覺到你感覺到 pressure， 你個會
講時間成個上無咩出就特別，你應該講應該是會啊，你咪你緊張誒，成個你在豆嘅，你啷個豆嘅叫咩嚇？Touche 到咧，安尼謝你啊嘛是講個爽，所以你咪叫我 stand 得就low 誒。你話我學緊話嘛，你我嘛，都係學啦，I 記到對你學緊話，你都吹係咪？吹咯，我吹論學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你 podcast 就出嚟哦。哦 ，OK，明白。你都聽，你慢慢到嗱幾廿年啦，面都會直接聽啦。我就頭一節。嚇。first episode 嚇，頭一集你都聽起啊？我聽起啦，聽到點啊？我當然聽㗎，2019年啦。嚇，未聽了。哇 ！OK， 未歹。人話個巴係特別較冇路嘅。嗱，有。係咪？係咪？祭拜，大哥，他都買拍壞。大哥拍壞，然後大哥是講，你回到會嘅空地可能學個包去，你是講你是點？你哋連學佢把海聽佢講嚇，我會曉聽，我介意聽，我聽隻歌啊，我耳啊真厲害啊，當劍。伊嗱等佢啲佢咧，佢喂佢，我唔使講咩。我都愛講不會唱到歌，一來了。我又唔知我。OK， 等陣我未必學你冇模仿，冇模仿，我就學。冇模仿咩仔？加辣咯，唔要食。加辣嘅。我大學你講你part time會告訴我，你幾時做part time過啊？我應該是18歲，然後19歲，特別我是順利大人嘅，所以我係頭一份 part time 是大 Queensway 哦，做咩 retail 啊？俾物件。我 Queensway 之前有一個成個 Mexican 嘅哈利安款 fast food，叫habanero，當佢冚起，成個唔知邊 burger 店幾多件。OK。我朋友是一邊 supervisor 嘛，我咪去哦。我到一邊咪做下啲什麼巴米 burrito 啊 quesadilla 啊。哦，所以你是到底後尾 kitchen 要白做啊？不，你到底外口誒？那4間嘅，所以我是外口做家去那邊做家去外口切多丁啊，切雞啊，爆嘅了。啊，小魚嘅了都係做沙律冷嘅，個醃配嘅了幫你做。哦 ，OK。有包夾冇？有包夾。有包夾，因為 supervisor 係我朋友嘅。哦。你講會使食。哦，你只要食個驚。我呢時就要見你。我有食。做咩包夾嘅？即是這些間嘅店第4啊第5樓嘛，對。對，後尾有一角頭間嘅位。對，我捌去食過去哪兜？哎喲，哇！冇捌去食過，我攞人冇就搶掉阿個冇打架咧，冇打行，就係。特別阿個冇打冇就謝，其實。你是冇家底呢？你冇是謝。你幫就掉櫃啲裏邊啊嘛，冇病。咦，係咪幫？其實佢哋幫啊，有啲嘢卡摩斯啲裏邊啊。啲卡摩斯啲幫係 trap 嚟啊 ，trap 掉嚟啊 ，trap 啲嚟先。超模啦，唔是卡模。超模，卡模嗰你是夾抓，超模是幫。你到底下邊會做樂鼓啊？冇行，冇得行。呢我做差不多一個月嘅，然後我就去做行物件啦，我就去做下啲保濕先生啊。我覺得你真係保濕先生，我知明，那個係保濕先生。你家好睇嗎？哦，咁樣出咧這啦，咩叫？你學到頂？因為你學緊有人教保濕教叫 Paris 嘅，你看到？有啊。
浪漫香講嘢啦，呢條激加心臟嘅問題，你知道 ？Before 去 Paris， 我講伊去到一個 trip，伊唔捌條激嘅，伊有蝦米 trip 是冇講俾你都聽我嘅。誒，點解要調走？點解要嚟咗走？伊有來，伊同邊台樂，你走去啊？哦，幾支嘅槍嘅鐵機呢？伊就講啊，哎呀，無爽啊，買啊！係阿韓呢？阿韓冇聽到你講做 part time。你喂，叫你叮當做 magazine 係咪物件做工 ？magazine 是工啊。然後你 out of focus。你 focus 到啲你嘅環境嘅，然之後你變嘅。啊，是你 make up 冇好事啊，你做喺補血。OK， 好啦。OK， 你好。我做過先生。哇 ，boss 先生個價錢哦，唔是 boss 啊，我等啊。這本是代課老師啊，代課老師，我咪做過代課老師，臨教叫做臨教，臨時教係咪教賽臨時教。教師啊，教師。未歹哦 ，very good money 哦，真好。誒，特別你咪有 certain qualification 哦。SBM Chinese 就會啊。哦 ，Chinese 談 B7 嚟談啊。我係 Chinese B3。我係 B7 唔使世界，我係世界什麼哈咪。我教迄年，我教頭一年。頭一年是甲2年級會較硬。哦。然後呢，我有一節我的學生，我講你做麼哭？老師，我隔壁的同學不要跟我去踩腳車，踏腳車。我講哦，然後我就沒給你咯，叫你為什麼不要跟他去踏腳車呢？你呀，給我這種功課做嗎？係多龍傳説啦。OK， 嚟講嘅話。OK， 伊講，咱叫豆嘅傳説係咪？豆嘅傳説。豆嘅嚟，你傳説。我傳説啊！伊講，伊就開講我隔壁嘅學生嘛，隔壁嘅囡仔嘛嘅伊。然後伊就 OK， 然後咁樣咧就阿漢就個問隔壁嘅學生，做咩乜解伊就問阿漢，你攞叫我你學我功課做咩帶？哇！住應該將你曉聽，應該將你俾人 translate 到嘅 translated 係咪啊？我應該叫你韓國人 translate 我聽好啦。多啦。英語啲卡車 ，OK， 我會講咧，卡車，呢個就係學生好，呢個做做好。如果幾百班到一個人，咪架卡車去接頭，都係喺唔會嘅，你幾百隻腳，喺喺唔會幾百隻腳，做咩數都買架大卡車？係啦，呢個學生咧，第二個學生，呢度唔係行講，咪是學咧就講課，冇應該會死啊！哦，特別我個時間到 touche translation， touche translation。等陣佢就冇講過 ，sorry， 佢只係人喎。你兩仔有一個，我做過一個特別物件叫 mystery shopper。Mystery shopper， 你有冇做過？我唔知。誒，等陣 ，interesting， 我 feel 到，咱咪做第二節喎，咱有冇 guess 嘛？這禮拜，我係等陣節冇講到呢條。你睇啦 ，OK， 我做第二節啊，等我笑聲。等陣咱咪再講這個薄膜行嘅，薄大行嘅，屌啊頂，薄大行嘅這 mystery shopper 是係咪物件咧？我禮拜都真係少聽，我講未了啊，白帶咩物件？所以今時各位聽眾少聽啦，禮拜今日再傾句 ，OK？ 今時拜拜，安怎啊？多謝多謝。安怎你講拜嘅，你都講拜啦。
嗰度啲 YouTube 嗰邊嘅人，還是你頂住爸爸嗰隻 episode 就邊訂，然後就邊依靠佢訂，然後都訂下看訂聽，然後是訂過一時你訂下入證，然後過現條錄音咪是依個甲你通知 ，OK，拜。